长者哦，人大主安尼第一名，哦，第一名，哦，这艺术品哦，艺术品，哇，这艺术品，来去大条啊！我囡仔搁学就会晓啊啦，迄嘛是你想出来真搞真。我要拖这条出来，拖袂出来。嘿啦，去看第二北个。我要拖这水尾啊出来艰苦啊！嘿啦，拖袂出来。呵呵。这线拢卡卡就真啦。啊，袂啦，袂困难啦，袂困难。哎呀呀，这搞。哎，这搞有创意，讲从迄尾仔甲拖入，哈哈哈。这吼，这啦，这甲加开。慢只加咧，好拍先好看卖啊！啊，这伊加开迄条就是要穿过这啦。我你讲，这卖啊你看。加起来就无够啊！加开迄条就是要穿过这啦，有，这就是要用这个丝啊来穿啦。高灯，安尼，高底，看你要摆啊怎？啊这迄个加起来留起来。有，莫搁加伊。啊摆两斤，看你要摆安怎？摆啊水水安尼。摆安怎？啊，摆啊水水。有三支嘛吼，啊看你要安怎家己摆，照恁家己的想法摆就好啊。全部的物件拢甲放好起哩安尼。哎呦。啊摆一个艺术品出来，毋通讲凊彩吼，从啊迄个贴起哩安尼就好啦。吼，啊。有艺术的哦，哦，足水的哦。摆好摕来食。哦，真用心。对。哦，赞。讲用迄个做龙胶就黏会掉安尼吼，毋免用迄个做啥物。唔免装入，你哪会遮搞？做要装入？啊，遐含迄尾啊，遐拢甲装入去。你哪会拢遮搞？真用心啦，哎哟，这中台湾人发明的，世间人还未发明安尼，这台湾人发明的，这台湾人发明的啊。哎哟，哦，这有创意哦，好尾啊。这线。无够长啊你。我甲你讨一条较长的。啊哈哈，你这条要用的。阿伯，你这条可以啊。啊，这条要用，啊，无用的哦，人这是嘿，哦。这个从这内底个拍卡落啊。哦，哎，你已经做好啊呢，第一名做好啊。哦，啊，今仔来就是物件摆的，看要放到地啊黏的安尼呢。哎，来，要加灯了哦。哦，江太太好水哦，安尼江太太第一名，哈哈，江太太第一名，哦，搞，哦，安尼做甲遮水，你这有人啊搞白粽的哦，江太太我人啊总搞白粽的款。我是看错搞白粽。嘿嘿，搞，哦，好简单。哈，啊，这艺术品咯，这艺术品。你这无先个穿我背啊！你安啦。有啦，迄拍甲动的，较袂去走去就好啦。有爱拍甲动的啊，袂去走去。就有啦，有安尼有白只这感觉做伙啊，有安尼使，安尼会使，安尼就好啊。看起来这，哦，水人啊，做了真水啊！即摆来白的，黏的就好啊咧。有，看要摆偌地只。有样看样啦，有样看样，无样介伤。哦，做了真水的，安尼袂歹啊。哦。嘿，真水啊，真搞。哦，OK，嘿。